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思睿 Keep Going， 我係思思。大家有冇一個疑問啦？點解好多人都想擊敗股市，但最後都會俾股市擊敗返啦？如果你都有呢個疑問嘅話，今集相信幫到你。今集我哋繼續深入探討喬納森嘅當代財經大師嘅理財通識課。喬納森提出咗10個急於求勝，反而令我哋容易失敗嘅原因。同樣地，係開始講呢10個原因之前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第一個原因，成本同費用靜靜偷走你嘅回報。我哋可能都有一個錯覺，只要努力投資就一定會有回報，就好似係我哋生命中所曾經做過嘅其他嘢，投放時間越多就越多回報。但係喬納森指出咗問題所在，佢講我哋喺投資上面越多動作，經常卻意味住我哋要付出更多嘅成本，例如研究市場嘅花費、處理金錢移轉嘅費用，或者進行交易嘅費用。呢啲費用往往都損害咗我哋本金。我哋應該要做到少做多得，用低成本指數化工具長期持有，減少交易頻率。就好似指數基金之父兼領航500指數基金創辦人約翰博格係創立領航500指數基金其中一個核心理念，就係費用係投資回報最大嘅侵蝕者。透過指數基金嘅被動管理模式，能夠大幅降低管理費，將更加多回報留俾投資者。第二，市場比你想象中更加聰明㗎。我哋好多時嘅目標係擊敗市場，但結果往往令人沮喪。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市場會好快吸收所有嘅信息，而且馬上就有反應，因此無論我哋嘅消息幾咁靈通，亦都唔太可能佔到優勢。就算係投資老手，都會有馬失前蹄嘅時候，因為佢哋消息較靈通，所以受到市場效率嘅影響，令佢哋落手買股票嘅時候，股價實際未反映出最及時嘅消息。所以我哋唔好自以為消息快就贏晒，與其追逐資訊，倒不如專注資產配置、風險管理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尤金法瑟提出嘅有效市場假說，正好提醒投資者，系統性方法往往勝過個人判斷。3. 競爭極度激烈。作者話，佢並唔係要勸咗你繼續去做投資嘅買賣交易，但如果我哋想要過一個舒適嘅退休生活，我哋就必須要選擇多樣化嘅共同基金或指數基金，比我哋嘅資覆蓋面更廣更多元。而且我哋應該定時增加更多項目，同不時調整組合比例。我認為作者想我哋唔好將所有嘅蛋都擺喺同一籃子內，從而分散風險。因此，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 近年大受歡迎，因為佢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分散風險。買入一隻 ETF 就等同於買入一籃子股票，有效降低單一公司或產業風險，對沖單一標嘅波動，令投資組合更穩健。第4個失敗原因，冇永遠贏嘅策略。作者喺書中解釋，如果某一個選股票策略證實係特別好嘅時間，好快就會有好多人仿效，唔使好耐，一群投資者就會採用同樣嘅策略及標準嚟選股，最後會點樣？咁就係喺一窩蜂搶購之下，股價自然就上升咗。股價一旦上升，就意味住未來嘅報酬將會降低，咁樣呢個策略就跟住失效。所以我哋接受策略周期性起落，倚重紀律而非追逐熱度。5. 趨勢終會停止。我哋好多時會見到某啲股票因為利好嘅消息令其股價狂升，而且遠遠超過根據經濟學基本應該有嘅水準。但我哋要知道，市場趨勢最後仲係必須服從經濟學嘅基本，所以呢啲股票最後都回歸到地面啊。另外，作者都警告我哋唔好想象，如果我哋買咗一隻成長速度好快嘅股票，但係嗰隻股價竟然開始下跌，更甚至失控嘅時候，我哋會認為我哋所聘用嘅理財顧問會有辦法處理，使我哋避過一劫。但好可惜，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嘅，因為作者認為大多數嘅基金經理人亦都冇嗰樣嘅先見之明，儘管佢哋有，基金都有好嚴謹嘅投資條例，限制基金經理人只能夠從市場裏嘅某一區域或者類股挑選目標股票。咁只要呢一領域有所波動，當中嘅股票投資人就都會受到影響。6. 盈利嚟得好快，錯過幾日就輸晒。我曾經檢視股市嘅長期圖表，我好容易發現過往股市中最低點同埋最高點嘅情況。當時我諗，
如果我可以捉住時喺股價下跌之前脫手，翻彈之前買進，我就會賺大錢啦。但係咪真係咁容易啦？我都有試過留意股市波幅，希望做到高賣低買，結果係點？經常進進出出，唔單止增加交易成本，個股市起起跌跌，更加影響咗我平時生活，得不償失。書入邊指出，股價升跌通常都唔會有保證冇閃失嘅信號或者跡象。如果我哋希望做到高賣低買，最後只會令我哋投資成本增加。第7個原因，成績會消退得好快。我哋可能都有一個迷思，咁就係與其自己操盤買賣股票，不如聘用有信譽嘅股票基金經理人，靠佢哋嚟做正確嘅投資，從而擊敗市場。但係書中指出，一般而言，股票基金經理人嘅成績往往都落後於標杆指數。相信大家都聽過股神巴菲特同一名知名基金經理人對賭嘅故事。當時巴菲特攞出100萬美金嚟買入單純追蹤美國股市嘅基金，佢打賭喺10年內嘅成績會比高績效嘅基金經理人組成嘅團隊優勝，而且真係有一個基金經理人接受挑戰，最後呢位基金經理人都係輸咗。呢個故事講俾我哋知，再出色嘅基金經理人，長遠嚟講都係輸俾大市。第8個原因係技巧定係運氣。喬立森話：我哋好難分別邊個係投資老手經理人，邊個係只靠運氣經理人。事實上，好多成功嘅投資都顯得好隨意。作者更比喻好似啲銀仔咁樣去決定點樣下注。喬立森提醒，作為投資者，如果只係根據目標物過去5至10年嘅表現嚟做投資決定，係唔足夠㗎。我哋仲要細心分析基金經理人嘅表現，把真正具有投資技巧嘅人同嗰啲靠碰運氣嘅人做一區分。9. 賭局本身傾斜，市場回報由少數大戶拉動，佢哋往往可以令個別股市上升150%、200%，甚至更多。大戶會引誘你去落注少數嘅嗰幾家熱門股票，但你如果咁樣做嘅話，你將會大失所望。所以我哋應該盡量做多元化嘅分散投資，咁樣反而更有機會擁有可以賺大錢嘅股票。第10個，即係最後一個，直覺靠唔住，人性偏誤、貪婪、恐懼、確認偏誤、近因偏誤，會令你哋最差時機做最差決定。因此，我哋好應該用規則管理自己，資產配置、再平衡、止損、寫下投資備忘等等。就好似快思慢想嘅丹尼爾卡尼曼咁講，系統1，直覺快但容易錯；系統2，心思慢但更準。投資要設計機制，逼自己用系統2。朋友們，市場有風有雨，有豔陽有寒潮，你會見到人哋一朝發達，亦都會聽到有人滿盤皆輸。你可能試過熬夜追新聞，清晨睇盤，心跳同熒幕一齊上落。你可能後悔過遲一步、早一步，或者懷疑過自己點解總係買咗高位、賣咗低位。但係請記住，投資從來唔係證明你比市場聰明，而係證明你比尋日更有紀律。真正嘅高手唔係永遠贏嗰個，而係輸得起、受得住、行得遠。當你肯承認市場比你聰明，你就開始變得聰明；當你願意用制度管理情緒，你就開始變得強大；當你懂得以成本為優先，以分散、以時間為朋友，你就會見到勝利唔係一朝一夕，而係日積月累嘅靜默回報。有一日你會回望而笑，原來最難嘅唔係選中明日之星，而係不為所動，照住自己嘅航圖，讓複利喺你身邊默默工作。你唔需要成為下一個巴菲特，你只需要成為更好嘅自己，一個有原則、有耐性、懂風險、能長跑嘅人。好，我哋就當下就開始以下幾個行動。今日設定你嘅目標資產配置比例，寫低佢。揀3隻低費用指數 ETF， 開啟每月自動定時定額咁買入。儲6至12個月，現金作不時之需，先建安全網再追回報。寫張交易前問答卡，問自己點解買，基於咩數據，最壞情景，幾時退出。設再平衡規則同日曆提醒，將投資 App 通知死咗一半，留返重要風險提示，減少噪音。每年用1頁紙回顧表現、偏差、學習，俾我哋一齊由想擊敗市場嘅執念轉化為贏得人生嘅步伐。咁樣行嘅話，你走嘅路唔一定快，但一定穩。
你又同唔同意以上10點呢？鍾意大家留言講下自己睇法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，不妨分享俾家人同朋友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見。